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也》，我是吴依勇。客家歌谣是我哋重要嘅文化资产。今日嘅来宾呢，一路睇客家歌谣嘅，如果睇嘅贡献哦，以下個度嘅客家歌嘅，6個度專輯，咩睇各地教創客家歌謠。歡迎吳傳麟先生。講嘅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苗栗嘅吳傳麟。吳傳麟先生啊，其實我相信唔單請我嗰度觀眾朋友如彈過我吼，真係個有人咧，連我冇嘛會唱歌嘅經驗，沒感覺講有彈過吳傳麟先生。不過呢，我哋有啲過特別嘅資源吼，如果睇6隊做總頭劇場嘅時間，咱有機會熟悉到係去用請吳先生啊，同觀眾朋友了解一下你嘅成長嘅背景好冇？出世嘅時節，家下都冇收音機，只有彈收音機，冇電視好看。個阿公阿婆呢，佢就喜歡彈嘅，以前講按到辣椒，有個收音機都按到辣椒，安尼哈。每日就會到12點家彈報告新聞，韓國新聞報告之後呢，就有下輩嘅節目，像個採茶戲啦。家就有談到講啊，馬個人都採茶戲咧，仲係提供加提到嘅內容嘅故事啊，吼，就有一系列嘅故事，感覺都一神似樣啊，安尼吼。其中又有唱歌嘅，唱馬個人都山歌啊，都我唱唔到唔啲，嚇，他唔是馬個人都山歌，唱個歌詞全部也唔啲，歌也唔是，就我提。彈架嘅腔啦，講話嘅聲音啦，就提講那個故事內容啊，嗬，逐日啊，嗬，逐日就除了禮拜日之外啦，逐日它就有連貫性嘅，嗬，安尼嘅播出，可能嘛受到安樣嘅影響，就喜歡彈呢個客家歌嘅原因咧，就安樣來嘅。家下都係過後彈論唱嘅，係咪？彈唔會唱，唔會，只是用彈。靠彈。有一種按照基本嘅概念講，原來也就係客家歌嘅，客家嘅傳統歌嘅啦。家下應該人家好不了解嘅時節，就提講，原來佢哋都係唱山歌啊，唱小調啊，到後尾慢慢就提講，原來就佢所有唱嘅，就按照9腔18調。當然萬歲係唔啲，不過而家下唔係好唱歌嘅聲音嚟嚇。家唔係講貴口，唔係講貴口，係盲啲，係盲接觸嘛，就因為也佢家下就冇乜嘅收音機也冇乜嘅國語歌嘅度呢，佢也冇去彈，因為太嚴嚇，佢阿公阿婆幾多彈啊，主要就彈客歌嘅，客家話播出嚟安尼。咁唔係來讀書嘅，唔係用哪個聲音嚟啊？我以前細個下在鄉下嘛，鄉下嘅生活中所以我媽媽就講，我就冇一個腔哦，講一模嘅意思啦，5歲我就會吐人咧，5歲我就會吐講太吐露台吐落咪，吐聲嘅係冇吐露台係冇上嘅，行到8點聲嘅啦，行到剁煮菜。行到煮飯，家下是老按照3代同堂嘛，老阿叔一度，阿叔咪強阿吃，貴貨房安尼，強大家安尼強阿吃嘛，強阿吃，行到家下嘅煮飯煮20人30飯安尼，家用大鑊頭，小炒。一面叫要見多啦，按酷嘅聲咯，喺捱做大個聲音要8點啦，捱叫嘅你嘅露台也叫啊，你叫見多煮菜啊，要小火啊，你哇，頭髮係幾辛苦嘅呢？幾辛苦嚇。當然係前太嘅係咪？捱上天意，捱那個阿哥，係啊嘛，以前那有乜嘅自來水冇，我用開水。可能開水都不卡洗成腳安尼。哇，5歲都開始。5歲就會煮飯咧。哇！行到去開飯，去山湯摘茶嘛。太原歡迎家咗去山東個摘茶。到當主家開飯，開到山東個去本嘅摘茶嘅度睇家食安尼。會煮飯，菜就較唔愛煮啦，菜一定太原嚟真嚟煮安尼。咁你後來係乜嘅時節開始識跳舞嘅？都係
差唔多13歲家就畢業嘅嘛，吼。以前在鄉下嘅細人啊，當向往台北，講下到我都上台北了，安尼啦，吼。唔想代替。係，因為安區嘅安區嘅環境嘛，所以經常講，如果向往講，哦，台北現在一隻嘅當好嘅一啲嘅天堂樣咁樣誒吼，所以呢就經常去嚟台北誒。哦，之後都畢業經驗咧，差唔多畢業嘅天英就上台北去啊，嚇，上台北就去嘅以前就有很多紡織廠，跟有遠東紡織廠，跟就有請嘅童工嘅咩啊，14歲就有嘅安尼，啊，這就咁樣做。不過美國講，哎，啲個紡織廠啊嘅棉花緊比咩，嚇，所以呢對健康較唔好啦。只可以講啊，有個那個奶酪工廠，奶酪工廠做到邊橋頭邊橋係遠東紡織廠嘛，嚇，嗰度老總部做冇醫院嘛，但講總部呢又有阿叔頭嗰邊在上班，就介紹講咁我都過來有個奶酪工廠嚟做啦，啊嚟上班啦，結果就講，呀好像講要上一個階層樣嘅啊啦，就講哦好，做啲日嘅奶酪工廠都佢做嘅，一做唔到啲要過到遠東紡織廠做呢，差唔多經過有好多年啊啦，差唔多有超過有5年咧，嚇，過來日嘅奶酪工廠做呢，差唔多有咩咁樣一晃又是差唔多有5年又過去嘅安尼，在呀段時間呢，因為有3班制嘛，嚇叫中班、早班、晚班，其他有很多嘅時間啦，就可以到去個邊橋啊，去學一啲講以前就學大師啦，嚇，嗰嚟就有，家下開始有喜歡，多數有彈嘢都從出來家就有彈那個學樂歌嘅嘛，嚇，有老啲嘅偏啲族群鄉下融合嘅嘛，嚇。時常嘅收音機我要彈到學樂歌，因為學樂歌要望彈啊，嚇。如果當到學樂歌呢，就係用日本歌嘅改編呢，嚇。啊之後呢就有去到啲嘅邊橋呢，就有學下嘅學日本歌嘅，嚇，是學唱，但是係唔係這種一啲學嘅50年安尼，嚇係50年過後，之後啲到安尼，就過就曉得講對啲嘅歌嘅，就有慢慢就有開始就有興趣嘅。安樣嘅嚇，之後到係廿段時間之後呢，嗰個我嘅阿叔呢又開廿個加工廠做衫嘅，做衫加工廠。我嘅阿叔咪呢就講啊，佢過來同我聽書啦，嚇，所以就離開廿個奶酪工廠。之後呢就同我嘅阿叔啦嚇做廿個加工廠做衫，嚇做衫廿段時間啦，有擺咗去嘅台北啊，去昂記啊，嚇，昂就看到那個遊覽手機走靠啊，嚇，有個很多訓練所啦，遊覽茶風嘅嗰種車長小姐，係很多訓練所安尼，我就去報名啊，啊之後這個報名就有多少個哦，原來嚇加遊覽手機定義就講，就有種嘢導遊啦，包含不但要唱歌啊，包含介紹所有嘅名勝古蹟啊，都嚇，通通都是一所包辦就對嘅，嚇，係啦，包我帶太假一啲啊，係啦，帶隊，冇像那後邊有導遊嘅沒有，嚇，都等於領隊加導遊。貴下包含在內，這個背面啦，學到啲嘅做一個新竹嘅一個親戚，佢講啊，啲新竹啊，嚇要一走靠，也個遊覽手機哦，就係危去走靠安尼啦，因為到台北家有經過訓練嘅嘛，嚇去到新竹，但是新竹嗰邊所全部客家人，啊，所以帶嘅旅客全部做喺行業，尤其那邊嚟嘅竹動方面啊，嗬，竹動方面當好唱山歌，跟有時嘅當好唱山歌，啊個竹動方面留，啲苗呢方面都講嘅話冇空咗，而係講開了，但是捱係私人嘅，完全睇唔實，
嘛佢講啊嘛，連迄同路嘅人都談唔識咯，那個都係人哋人鋪那會談唔識。哦，唔係，如果因為本來冇接觸到冇談到，如果談唔識。談唔識，哎呀上山家下，家人要線條嘅嘛，去到嗰時就我本嘅夾嘅就遊覽嘅涼水啊嗬，佢講嚇唔請嗰個乜嘅乜嘅遊覽手指，談黑咖啡咩，談開都談唔識，因為唔會創山歌。安尼，之後呢就叫做頭的，一個司機談到我咩？司機就做咗喺公司，同個公司報告，係咪冇派一個有傳染，係冇派佢嚟停下查安尼。這邊嘛，得嚟就去這邊嘛，得嚟就談唔識啦。之後呢，就慢慢嚟，人學到嘛啦。人講識多咯，學多咯啦，嚇，較學都學唔做冇唔錯啦，就慢慢嚟，本件媽都會談嘅事嚟，到尾咪根本就講唔會創山歌喂，一邊都講本件按照見談嘛，轉來下班之後就家就談嘅買嘅呢卡帶，卡帶嚟談，就談嘅那個創山歌。就講原來迄山歌按尼創安尼，之後就將呢個山歌呢，都也係因為假一個族動嘅人就唔好創，一個新族嘅人就唔好創山歌嘛嗬，我做咩我做嚟做家做真開始學啦，唔係講當會創啦，但是因為家他能開始，真開始，因為萬歲堂已經係幾久以前嘅事情啦，只是談會談唔會創。我相信睇家同人咁樣嗬，談到一個故事會講過奇妙嗬，原來按會創歌嘅吳傳麟先生係誤打誤撞嘅，係做遊覽茶手機，結果本人罵本人頭嘅，罵到歪，咱開始係罵到歪哦，按貼拍嘅故事，我相信吳先生係有幾多好分享嘅，我哋了一下聽過來請教先生。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在來賓係吳傳麟先生。多先生講到個奇妙嘅故事嗬，如係為開始創客家山歌，其實係去做遊覽手機，本去到新竹，一開始會了強咩談唔識，山歌咩唔會創，安尼本人乜都會嘅。你都冇講，捱路唔會做嘅呀，捱路辭職都會呀。但是以前人啊，就講可能客家人嘅個性係硬學。多動硬一般個硬頸嗬，你硬學係唔認輸係動要耐心。我當晚我就講，其實我呢我唔係動聰明，但是我係動要耐心。我就講係唔會，我就樣學到佢本嘅會。意思從一般人也嚇人講啊，你從哪裡跌倒，你從那邊爬起來，有按樣樣嘅個性安尼啦，耐心安尼啦，但係嗰個家講。本來我做完全也唔會創山歌，乜個山歌完全唔知嘛嗬。之後就曉得講，茶蛋糕是乜個歌就彈得到，乜個手法就彈得到，乜個喜怒哀樂啦、酸甜苦辣嘅所有嘅情歌啦嗬，叫到茶蛋糕，叫當茶蛋糕就彈得到安尼。彈到之後是在我背面我就我拿一本譜誒，見尾一擺在嘅人客。所講嘅手法，講嘅創嘅歌位，然後下一擺，我哋就可以嚟拿嚟做一個資料。下一擺到下一擺再一年，它是冇同樣嘅咩？你創嘅歌位，我就講了上擺人創嘅歌位，我就講呀，我家要肯定有嘅那個資料，即係用菜籃菜籃嘅用嘅資料菜籃用資料所以寫手法，嗱人可以手。講嘅手法格嘅講嘅，我就格抄起咯。我講手法嘅嚇，佢講馬藝嘅手法，我就用馬人嘅手法，馬到轉去。佢講要諗啥，但個講嘅話全部當老虎喎，乜個彈唔到嘅啊嗬。
呀，个很多嘛是那个茶下吼讲无糖唔多的，糖唔多的话，有人尝过就糖的多。以前家下就台湾全岛迄青云绿鸭。哦，迄哦，环岛。哦，青云绿鸭迄无高速公路家下，迄无高速公路，迄种去到新竹出发，差不多。不就差不多来到高雄的去压，各位就去到那边来去压呢。你石头那个一下上船，一下上啥时间？你还爸爸讲，自我介绍啊，个手机你不是讲的啦，床上过啦。哦。他叫你说你就不用讲了啦，开始就唱了。哇，那真的是硬边的了，硬边，他一直在听到那个，他讲哎，好差不多了，要休息了。我们一般不是要到了休息站啊？休息站的。哎呀，好，汉业等一下开车的时候，上车的时候，好了，司机莫了很久哎，不要休息那么久，开始编啊。哦，他就是要意思是说，他不服输，他也不服输。那好吧，你不服输，我也不服输嘛。我反正就是你要压我，我就是要压你这样。哇！之后他就会找是说，那像那个领队，他会找是说，哇，这次碰到这个小姐哈，压不倒，好，我就找比较强的来压你这样。哦，他会找什么你知道吗？会讲笑话的，哈，他要压你嘛，哈，会唱山歌的，会压你。他然后叫唱山歌，他有时候是找谁呢？那以前那个徐木珍，徐木珍有没有？以前他是看不到的，他就在他一面唱，他就是也是请他来跟我要来压我，你知道吗？请徐木珍先生叫他吹料，对，结果迄味道一屯边的了。对，要来车上要跟我边，然后那徐木珍老师的那时候，当时他只是说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他的脑筋很好，记性非常的好。他会用什么方式你知道吗？来整我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一首歌七言四句有28个字，他就常常一起转调。转什么调呢？例如是说，一下给你用山歌的歌词，一下给你唱什么雨月花啦，什么那个有的没有的啦。一条歌一编的一首歌，要他唱那个腔调，我要一样的腔调哦，要用歌词不一样的歌词，随便编的歌词。如果给 Q 给二体共用，要共一样，词冇共用，词不一样，词二贵的。他如果骂你，我也是用。想一首歌词嘛，人在对抗黑 Q 给共用哎，共用哦，然后他会马上变，他会马上变了。他如果唱不赢我的话呢，我要去符合他的歌那个调嘛，所以他想说，哎，他还压不倒我，他就有时候就唱什么呢？唱那个闽南语的寡调，他也是要我用寡调的调。要用客家的歌词7言4句去想出来，去压他这样子，这样子表演呐，就像很像表演，但只是说坐着而已啦。我坐在前面啦，那个他坐在后面啦，这样。那有一次，那有一次跟徐木珍怎么比呢？怎么唱呢？他知道他们有一次的是说，这新竹人他就说，哇，这个游览小姐那么会唱山歌。那时候有一次就是。在台北的吴兴街，他有吴兴街那边是三山国王生日吧，还是反正就是庙会啦。庙会的话呢，他要从新竹请那个八音嘛，八音，他们是坐一个小货车嘛，就从新竹出发到这个台北吴兴街。那车上呢，他就请我跟徐木珍哦。车上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还有那个蜡复弦的啦，还有大铜锣啦，八音的，因为他是说为了就是车上的话，反正你就是说要热闹嘛，人家那个就像以前是说进香团一样啦，但是我们游览车那个不是货车上面就是要声音不能停嘛，有八音要响嘛。你传那上来啊，然后我就从新竹就跟徐木生2个唱到台北，你知道吗？只有我2个，
那个车上那个又不能停，你知道吗？又声音又要很大，要放到外面。以前是没有什么噪音的啦哈，那个声音越大越好，越热闹嘛。那我就2个人，然后在那边吵，那个相骂到那个真的徐木生他也有火大的，你知道，骂到我有火大了。哇，那2个那个拿胡弦的人呢哈，那个真的是听着，他们就真的很，他就感觉到哇，听到这个真的听到好高兴啊，好爽哦。只有听你们2个人，一下要交情的唱那个，就是说唱感情的，也要大家吃我豆腐啊，我也要吃你的豆腐嘛哈。然后就相骂，也就骂你骂我那么狠，我骂的比你要狠嘛。啊，就这样子骂到台北去。然后下次他是说，台北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吴兴街已经到了，不能再骂了啦，不能再唱了啦。我好说的。对，那个什么，在场的那吴兴街的那个主人呐，他是说啊，继续好不好？我说不能了，我们要该休息了，应该休息了。真的那时候我还想说，真的我的那时候声音真的是这么练出来的。你还有另外就是我刚刚讲说，我为什么会有能够从新竹唱到台北，会有那么的声音都不会哑，很厉害，真的声音不会哑，对吧？一下还被那个司机，我还被司机丢下他，就那个怎么样？丢包吗？丢包，他就这样让我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因为想说我这个行鸟嘛，没送差，不让我上车，他车子开走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，他都会还冇嘛会从那还不大会，就这样子。外国上个地哦，可以吞徐木真先生安尼表，几时好嘅一救呢？一多年可以多安尼长途啊？应该那时候就是说可以讲是从7天6夜回来之后的啦。啊，你做一多年呢？你可以在那边大概也是有5年左右。5年。如果唔过西忙安尼，去甲上音堂嘅卡带啊，音乐啊，彩虹音机笔记，如果呢，第7个好起来，好多有安尼嘅长途随口都可以。对，随口就可以唱以前呢是还没有，刚开始什么娘亲肚子都还没有人会唱哦。我还是我就已经会唱的，那时候就已经会唱了。用办法就是全部客家国有的知识，你可以有办法得到的录题，这个记起来，记到谱位方，所以我才是说用吹人啊资料，用吹人宽嘛。因为如果有按度，因为印度资料，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了。所以说就。增加我会这样子边词边歌，就是到了后面就增加我为什么会创作歌曲。嘿，如迄下一团呢，如迄小文先生，因为多多先生讲到按度吼，伊提学唱歌的，唱客家歌的，如有按度故事的哦。韩国牧师讲，俺哋目前讲到先生用嚟开始写歌的，用嚟开始教人唱客家歌的，俺哋了下听歌继续来唱歌先生。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嘅来宾系吴传林先生。多多先生讲到吼，我客家山歌嘅知识、韩国能力，其实系睇彩虹皮用嘅吼，也得乘客太厉害嘅。我讲说，我们因为音乐会爱压过他们吼。你头都讲，咩音乐呢？熟悉按到资料，开始去甲上去来创作，系咪？对，你下都有一个基本那个常识的啦。所以讲啦，你到大家啦，希望讲你所有嘅朋友啦，好喜欢唱歌也好，唔喜欢唱歌也好啦，客家歌谣就係你客家文化嘅基礎。地度嘅內容有青島像歷史啦，全部都係包含在你嘅歌謠山歌地度。所以一般人講唱山歌啊，像我爸爸以前講，佢唱山歌唱得到來心嘅，別人不要，不要按嚟講詞，喺嗰時陣我當同我爸爸講，佢講。阿爸，真係因為我喺唱山歌嗱，咁樣就拿到全球宣傳獎哦，咁冇辦法
真系创嘅都类似咯，喺冇办法哦，呀地图哈，真是地图嘅内容，你了解地图嘅内容，当地讲，哇，原来嘅紫色哈暗沉，所有唔嘅唔爱了解，你古代，你嘅样板原来嘅样板原嘅历史，样板嘅知识一直到了下，哈，就系从杭州包含在那个三国词地图诶，后背个样诶创也系，你后背自家当去想象诶，增加嘅一个知识，哈，增加啲个内容本，你比较讲哦，一个国诶哦，可以三国呢演变出来，所以爱编一首国词。歌词来讲，爱编喺爱嘅过去嘅劲歌啦，吼，我要做编一首歌词呢，我就讲哦，原來喺歌詞呢係咁樣嘅啦，我要押韻，吼，我聽一首歌係做乜嘅？健康18年，吼，健康18年啊，地度啦，參與一道啊嘛，就講一人生嘅歌唱啊，吼，人生啊從人生70章開始，吼，80章走樓梯，90冇稀奇，100冇問題，補充自己嘅身體，健康18年，也差唔多要押韻呢。所以呢，人家要唱一首歌嘅啦，吼，一個唔好講唔係行人啦，吼，唔係可以將呢個歌客家歌詞呢，留佢去搞佢唱，本佢增加一隻嘅有個興趣。像我啊，當時啦，我要訪談過蔣緯國上將啦，吼，啊，咁我每日講嘅，佢唔追他嘅講用係乜嘅咯？佢講我最驕傲，我做我拖到一個客家細妹嘅做姑娘，客家當權欠安尼。啊，其中嘛吼，我就講啊，家人咧拖客家細妹嘅話，家人來唱一條客家嘅你健康18年好冇？佢講好啊，所以我就教佢唱健康18年。佢喺香港咪，安尼我感覺，安尼就帶入到增加對啲客家文化、客家嘅歌曲呢，就有個興趣嘅安尼。那之後呢，我就講，呀個原來哦，種係客家歌嘅，我能夠吸引。一個觀眾對有興趣呢，將之後呢，佢講啊，人嘅學樂歌嘅就可以改歌，日本歌可以改歌，學樂歌嘅咩嗬？啊，講咁咪可以將人日本嘅曲，我將套上啲客家嘅歌詞，嚟佢套落去，咁樣咩朗朗上口就可以，大家可以有興趣唱。睇不過係呢個上個年紀嘅年齡來嘅就前邊啦嗬，叫受過日本教育，所以呢個日本嘅日本劇較熟，好啊啦後生嘅啦，佢所以冇受過日本教育來講，其實我彈學樂歌嘅，啊學樂歌嘅原來學樂歌嘅曲調就。日本歌嘅曲調嚟改編過來，所以我就同一個客家，當開始家下我唔會編曲家下呢，我就先將日本歌嘅歌詞過來，都變到客家歌嘅。後邊我就已經就會有教客家歌謠班咧，嚇客家歌謠班家下嚇差唔多民國78年家下嚇，我就有參加世界客家總會，家下都第一批嘅。去到美國紐約啦、舊金山啦，嗰度去表演，演出就到日本表演轉來之後，就講對呢個歌嘅原來就係講傳統嘅呢比較就有較重要安尼，到外國家下佢較重視於較一個鄉土味，之後轉來家下就到兩個蘇聯。就搞個第一版那個客家歌謠班，客家歌謠班家就是蠻有流行歌嘅，一直到82年開始家下慢慢就有個像乜個涂明恒老師就作出來嘅嗰條歌嘅啊，客家本色咧，客家本色係好貴哦，家下就有乜個我係中國人啊，吳勝志老師強下做嘅嗰首歌嘅。那家下剛開始從轉彎時間啦，嗬，一到要唱山歌嘅人，還蠻有興趣接觸一個創作嘅，慢慢嚟就有呢個
林子妍老师有做什么也得跳法术机呐，也得啊什么讲啊，到国外他们出来的嘛。外面有涂敏红老师啊，哈，个有林子妍老师嘛，哈，个林子妍老师个后边有李金锁老师嘛，后边又做一道嘅客家歌嘅，慢慢也就有喜欢接触啲嘅客家歌嘅，客家要做乜多？以前按照客家傳統山歌，叫強18跳，之後就按照客家歌謠版嘅，有流行歌就按照歌謠，以前按照山歌版，所以安陽人慢慢就安陽人來嘅。你話你應教，你應教印度班係咪？做同台北演，家講網友是咩事嘛？嚇，台北演同蘇聯嗰個做台北師做自強客家會，係嗰個做崇正會，嚇嗰個做到係新店嘅客家會，嗰個做土山，一直嗰個做到呢嘅基隆，嚇基隆嘅客家學術班，嗰個做到咗呢嘅台北市有嘅按照四個客家總會有個按照中山班，嚇之後呢中山班之後實在嗰個我做個。因為我頭家係兩個南部人，嚇，就講啊，啲南部嗬，家就開始就有，也係我頭家就講講創山嗰年啊，冇全部讀書啊，嗬，都唔希望讀書嘅啦，講話春年唔去讀書啊啦，啊講話都冇興趣讀書啊。喺先生冇人去讀書嘅。係，我先生喺我讀書嘅，嗰開始，我從那開始頭開始讀嘅弘道國中。弘道國中讀嘅畢業嚟講，再個讀嚇，再個讀個，講讀個就讀南山。嗰時候畢業路出來是頭嘅。都冇讀書，一段時間，盲人生涯頭家一段時間都同啲嘅社會向分，係盲讀書，都只有嗰時候畢業嘛，嗬，都一直個係做到係南山我帶中國嘛，嗬，通南山高中啊呢，讀完之後嗰個嘛喺我嚟屏東讀那個專科啦，佢講乜雞啊，喺我讀我都興，我讀書都冇興趣呢，我後尾我講我以前叫我讀書呢，後尾啊65歲我後尾上嚟第3名，真係當唔係讀書，千唔係讀書啊呢，講喺我讀書啊，講係啊唔係繼續讀。他好不容易個讀一見讀有興趣了，讀書會有興趣。都乜嘅時節感覺，開始有興趣。都係睇專科嘅嚇，我讀餐飲科嘅。係哦。讀個餐飲專科畢業之後，成日頭家講我繼續讀技術學院安尼啦。我講唔好嘅啦，安落嘅咧嘛，讀技術跟你嘅睇專畢業做好嘅啦安尼。家都有睇準邊一行啊，因為我都有宣傳拿到那個宣傳獎係嘛，都宣傳獎嘅也嘅屬係全球性嘅嘛嗬，所以也做按照技術教師，可以技術教師，技術教師家就技術圖啲嘅。我做到太原科技大學啊，嗬，要讀個檢科嘅，檢科家學校嘅，嗰度先生都講，老師唔係愛多啲啊教書嘅翻啦，嗬，清楚愛有研究所，按個拿到啲嘅按照技術教師證嘅翻啦，嗬，一定愛有讀啲嘅研究所安尼。個就考到啲嘅屏東嘅教育大學嘅啦，嚇，教育大學嘅同弟嘅時就講，吳川你是榜首哦，安尼，佢講嚇，榜首家是意思講當競爭呢，嚇，當競爭我考到嘅研究所家，家講讀到我要啱學啊，幾人考到嘛，真是講我以上忙啦，唔係講我自己no啦嗬，我嘅都係那個學歷一個，我嘅成績就一個，都係研究所我也有這樣學檢嘅，嚇，之後就講開始談下到講嘛嘅我已經有考上嘅吧，開始做一下論文嘅研究，開始就自己就開始做嘅呢，家就帶屏東嘛嗬，家我做上我家下是想嚟做研究㗎，做乜嘢想我做班呢？
哈，做米食的啦，哈，做饭的个个，我想做下研究。传染相关的，嘿，安尼嘿，我就想我做这方面呢。我讲我就想我做嘛呢，我说这个比较嘛，做苗栗，我本身苗栗人嘛，哈，我想苗栗老屏东的饭呢，有嘛无同样的，也个做也个主题安尼。我做开始做过年噶哈，因为做饭呢，现在过年时间，经常会。开始做的嘛，我就做来苗栗，铜鑼啦、三米啦，个做饭的做田调的啦，开始是做的，开始写资料安尼就写，都转来到屏东噶哈，屏东就想，睇下屏东有个做饭的，像内埔的有做饭的呀哈，内埔的个林乐美有陈玉英的，做徐玉英的个做饭的嘛哈，我3點人。望天光啊，望到天光，3點人去甲視察，路方屏東市攏無人呢。我去甲視察，視到個做飯的，叫做當做好嘅啦，做飯的，就開始做下個就也做飯的，發飯啦。本單下一團客家歌嘅冇關係啊，冇關係。我都寫到幾多嘅，寫到幾大本的呢。寫到1年下學期噶哈，我老師按到劉明忠老師，指頭老師啦哦，一擺是我講，老師，拜託你做我指頭老師好嘛哈？我想我一個主題啊哈，我要做飯的安尼，咁我個指頭老師講，你一個專長又唔係做飯的，人專長係做歌的啊，你唱山歌的，你做嘛唔寫山歌咯？我講哎呦嘿喲哈！之後我再重新翻過，所以我嘅論文呢就寫個老有歌有關係嘅論文。之後呢，我又一直多了下來，老客家文化我係冇團結嘅，就包括寫歌啦，韓國歌劇啦，哈，客家嘅歌劇啦，哈，客家嘅創作歌曲啦，也係老啲嘅山歌呢，有連帶嘅關係呢，我本係增加啲也到嘅智慧咁樣進來嘅。今日非常感謝陳林先生同我哋分享神奇鐵皮的人生故事，多謝。希望幫我哋機會來呢個節目，希望大家。多謝。下下來鄉親朋友冇行開哦，陳林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